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自在香港上映以来热度不减，持续刷新香港市场内地电影票房纪录。香港各界表示，《哪吒2》展现了中国文化的软实力。香港各界都非常踊跃，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高兴的，能够看到这个场面，各界反响都非常的好，大家都能感到一种优秀传统文化带来的一种提振，它带动了餐饮，带动了旅游。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是的，哪吒这部片的火爆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示范作用。它背後所承載的我們中國文化的一個軟實力。我哋希望咧，通過呢套戲咧，就令到下一代更加熱愛我哋嘅祖國，同埋咧，通過呢套電影，令到我哋嘅文化係傳遍世界各地。期待更多好嘅作品又帶俾我哋。我覺得啦，呢個係一個文化藝術同埋科技嘅一個完美嘅結合。 更多呢啲優秀嘅作品，咁特別咧係話即係將我哋中國嘅傳統文化嚟到咧係喺全世界係即係走出去。係事實上，我哋中國文化幾千年嘅文化嘅沉澱咧，我哋係應該有自信嘅。